和女人聊天太深入，那你就犯了大忌。记住了，跟女人聊天，你只能聊2个东西，就是吹牛逼和画大饼。什么人性的阴暗，社会的不公平，你跟他聊这些，他只会觉得你是个 loser。他们早就被资本洗脑几10年了，他们早就不在乎你的难处了。你在他面前哭穷1个小时呀，你还不如吹牛1分钟嘞。如果他说他想要天上的月亮，你就直接告诉他，那就是一伸手的事儿，拿不到的那叫没本事。如果他真让你去摘这个月亮呀，你就告诉他最近项目太忙，没有空，占完便宜啊，赶紧跑路。所以兄弟们，别他妈天真了，他们只想许愿，然后等着你来实现。记住了，跟女人交往的核心就他妈4个字儿，往死了吹。因为他们提的那些要求呀，除了骗子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满足，懂了吗？